一直欺骗阿田，我内心好不安呢。就趁今天，找个愉悦的时机，跟阿田坦白。阿田，你今天真好看，尤其这条项链，跟你很配。是吗？我等你好久了，满心期待你对我的治疗。先切个水果吧，给你榨个水果汁。阿田，其实你可以不用忙东忙西的，只需要负责我的治疗就好了。你这个家伙，是病行凶还上瘾啊！怎么了？切到手了？还好伤口不深，我去拿药箱。等一下，阿田。阿田，我接个电话，水果等会儿我来切。他看到红色怎么不晕了？难道病好了？太好了，一定是我的治疗起效果了。我知道，我本来就打算这2天跟他坦白的，但是我没有找到时机，不晕红啊。不对，我刚才见红了，我没有反应，我好像暴露了。我坦白、暴露、不晕红，你的晕红症根本就没有复发。阿田，我本来想着这2天就跟你坦白的，我只是……阿田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担心你晕红症会遇到危险，我担心你躲在墨镜下没有安全感，我生怕我自己不能及时赶到给你支援，我甚至放弃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培训名额。可是，我现在觉得，我的这些关系就是个笑话，我就是全世界最好骗的傻瓜。阿田，你冷静一下，听我讲。我是因为……不管因为什么，你明明知道这次培训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却这样欺骗我，套路我，我不能接受。阿田，是因为罗子。当我知道这次培训他是讲师，而且你们还要结伴同行的时候，我特别不安，甚至失眠。你那么崇拜他，我害怕你们朝夕相处3个月，我会失去你。所以你就装病？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的想法，你就以这种自以为是的方式把我留在你的身边。你知不知道，2个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你都不信任我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